各位街坊，唔知大家最近行街嘅時候，有冇留意到以前排晒長龍，要等成2-3個鐘先入到去嘅幾間內地知名餐飲過江龍，依家竟然靜雞雞換咗招牌，甚至係直頭拉埋閘，貼埋張裝修或者租約期滿嘅告示呢？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深度剖析一個轟動全港飲食界嘅震撼彈，就係喺內地紅透半邊天，以前風光無限嘅瑤瑤酸菜魚，竟然宣布全面撤出香港市場，執晒所有分店黯然離場。聽講佢哋今次呢鋪投資，短短1-2年間，就將幾千萬嘅真金白銀倒晒落鹹水海，直頭係化為烏有。呢個血虧撤資嘅殘酷黑幕背後，到底隱藏咗啲乜嘢不可告人嘅商業大悲劇？香港呢個以前被譽為美食天堂嘅地方，幾時開始變成咗內地餐飲知名品牌嘅大型墳墓？今次我哋就唔講啲虛無嘅理論，直接用最真實嘅數據、最血淋淋嘅內幕，帶大家睇清呢場千萬投資背後嘅血淚史。講起呢間酸菜魚，其實佢喺內地真係名氣響當當，可以話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當初喺2021年到2022年間，佢哋睇準香港人熱愛內地美食，好似探魚啊、泰義酸菜魚咁樣嘅重口味熱潮，於是大舉進軍香港。第一間店開張嘅時候，真係風光到不得了，簡直可以用日賺斗金嚟形容。當時班後生仔女，甚至係一家大細，禮拜6日想食餐飯，隨時要喺門口等足2-3個鐘頭，排隊嘅人龍由商場3樓排到落2樓。當初咁樣嘅氣勢，邊個會估到喺短短2-3年之後，會淪落到要全線結業、血本無歸嘅慘狀？呢個轉折真係快到令人反應唔過來。其實要解開呢個血虧嘅謎團，我哋必須要由最根源，亦係所有香港創業佬最痛恨嘅核心問題講起，那就是香港嘅天價租金。大家都知道，香港嘅地租、商場租金喺全世界都係數1數2咁貴。當一個內地品牌打算喺香港插旗嘅時候，佢哋往往會揀一啲核心商業區或者超級大型商場，例如尖沙咀、銅鑼灣或者旺角呢啲人流極旺嘅地段。你想喺呢啲地方租個2-3千尺嘅鋪位，每個月嘅租金真係動輒要幾十萬，甚至上百萬港幣。好多內地管理層喺深圳、廣州做開，以為幾十萬人民幣已經可以租到成萬尺嘅旗艦店，一嚟到香港，見到個合約數字真係嚇到眼都凸埋。但當時因為市場熱度高，大家盲目樂觀，覺得只要每日營業額夠高，租金成本就可以被稀釋。點知呢個就係噩夢嘅開始。當初開張嘅時候，因為有新鮮感，大家貪得意去試下，加上網絡紅人靠瘋狂洗版，營造出一種唔食就落伍嘅現象，所以頭3個月至半年嘅生意確實係做得過。但係香港人嘅消費習慣有一個好大嘅特點，就係貪新忘舊得好快。當一陣熱潮過咗之後，大家試完一次打埋卡，好自然就會尋找下一個目標。當人流開始回復正常，或者講得白啲，當熱潮減退，生意額跌咗一半嘅時候，嗰個每個月高達80-90萬，甚至過百萬嘅固定租金，就會變成一條勒實條頸嘅鐵鏈，每日每夜都喺度吸緊你嘅血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哋某啲黃金地段嘅分店，每個月單係交租、管理費加上政府差餉，就已經要開支接近100萬港幣，即係話你每日開門一擘大眼，未計人工、未計食材、未計水電，就已經要先蝕3-4萬蚊。呢種壓力真係大到無人能想象。除了租金之外，人工成本亦係另一個令內地餐飲品牌極度水土不服嘅致命傷。喺內地，一個餐廳服務員或者廚房洗碗工嘅月薪，可能就係3-4千到5-6千人民幣，而且大把人爭住做，管理層可以用相對高壓或者標準化嘅方式去要求員工。但係嚟到香港，情況完全調轉。香港依家正面對嚴重嘅勞工短缺，尤其是餐飲業、零售業，簡直係搶人搶到瘋狂。依家喺香港請個全職洗碗工或者樓面傳菜員，月薪起碼要18000蚊到22000蚊港幣，仲要包食包住，福利好，如果唔係根本無人肯踩。更慘嘅係，香港嘅打工仔普遍有自己嘅尊嚴同權益意識，
你無得用內地嗰套狼性文化或者每日開大會洗腦、罰企嗰種管理方式去對待香港嘅員工。一旦你管理得太過苛刻，人哋第二日直接聯群結隊集體辭職，wing 低封信就走人，搞到你連開門營業嘅人手都冇。喺呢種情況下，瑤瑤酸菜魚喺香港嘅營運成本，比起佢哋喺內地任何一個一線城市都要高出3到5倍。當天價租金遇上天價人工，而最致命嘅係營業額卻出現咗斷崖式嘅下跌。呢個下跌並唔係單純因為香港人唔中意食酸菜魚，而係成個香港消費市場嘅大環境喺呢2年發生咗翻天覆地嘅巨變。最明顯嘅現象，相信所有香港人都切身感受緊，就係港人北上消費嘅狂潮。自從全面通關之後，每逢星期5、6日或者公眾假期，香港嘅地鐵、巴士、高鐵站全部都逼滿晒準備去深圳、羅湖、福田、南山消費嘅香港人。大家心裏面都有一條數，喺香港食餐酸菜魚，2個人埋單起碼要500-600蚊港幣，而且仲要坐得好逼，限時90分鐘，服務員可能仲因為太忙而口黑面黑。但係如果我哋坐多幾站地鐵去到深圳，同樣嘅品牌，甚至一模一樣嘅酸菜魚，2個人食飽都唔使200蚊人民幣，間鋪又大，裝修又靚，服務員仲貼心到好似海底撈咁款，最緊要係完全唔限時，可以舒舒服服坐足成個下晝。喺呢種強烈嘅性價比對比之下，香港本地嘅分店好自然就變成了水魚店。好多香港消費者甚至會覺得，既然我想去深圳咁方便，點解我仲要在香港用雙倍甚至3倍嘅價錢去食同一樣嘢？呢種消費心態嘅轉變，對於瑤瑤酸菜魚呢類定位中高端、依賴本地消費力嘅過江龍品牌嚟講，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。原本預計1年可以回本嘅1000萬投資，隨住人流嘅流失，變成咗每日都在燒錢嘅無底深潭。據內部消息爆料，佢哋後期某啲分店一日嘅營業額有時竟然得幾千蚊港幣，連支付當日嘅員工薪金都未夠，更遑論去填補嗰個幾十萬嘅租金大窿。每個月咁樣實打實地月蝕幾百萬，就算幾有背景、幾大財團實力嘅母公司，都根本無可能長期頂得順。而且我哋唔可以忽略品牌定位同市場競爭嘅殘酷現實。酸菜魚呢個品類，在5、6年前可能仲算係新穎有特色，但去到今日，成個市場已經飽和到一個極點。除咗瑤瑤之外，香港仲有太義、有魚眾生以及無數間本地茶餐廳、大牌檔都紛紛推出自己嘅酸菜魚套餐，甚至連連鎖快餐店都分埋一杯羹。當一個產品變成隨處可見嘅日常菜式時，消費者嘅新鮮感就會徹底歸零。瑤瑤酸菜魚主打嘅係 Tiffany Blue 嘅夢幻少女風裝修，當初確實吸引咗好多女士去打卡，但係餐飲業最終始終要回歸到味道同性價比呢2個核心。當大家發現佢嘅味道同其他品牌大同小異，但價錢卻貴一截嘅時候，拋棄佢就變成咗必然嘅選擇。喺呢種前狼後虎嘅絕境之下，撤資離場、斷臂止血就變成了管理層唯一可行，亦係最無奈嘅決定。但係要撤資、要結業，背後所要付出嘅代價同樣係血淋淋嘅。大家唔好以為執笠只要拉埋閘、拍拍屁股走人就得。喺香港嘅商業合約入面，大商場嘅租約通常一簽就要簽3年到5年，而且往往附帶死約條款，即係話，就算你生意唔好想提早離場，你都必須要向發展商支付餘下合約期內嘅所有租金，或者要賠償一筆天文數字嘅違約金。再加上香港嘅商場通常要求租戶喺交返個鋪位嘅時候，必須要做到還原工程，即係要把你當初耗資幾百萬精心設計嘅精緻裝修全部打爛、拆光，還原成一個什麼都沒有嘅石屎毛坯房。呢個還原工程嘅費用，分分鐘又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港幣。所以今次瑤瑤酸菜魚嘅黯然離場，唔單止係之前投資落去嘅幾千萬裝修、設備、加盟費全部化為烏有，喺臨走嘅時候，仲要被狠狠地剝多幾層皮。呢個就係商業世界最真實、最殘酷嘅黑幕。其實瑤瑤酸菜魚嘅悲劇絕對唔係單一嘅個別事件，
而係依家好多內地餐飲品牌湧港潮入面嘅一個縮影。呢2年大家見到無數嘅內地茶飲店、燒烤店、火鍋店好似雨後春筍咁樣喺旺角、尖沙咀開張，當時個個都雄心壯志，話要用內地先進嘅餐飲管理模式嚟降維打擊香港本地老舊嘅餐飲業。但係現實好快就給了佢哋一記響亮嘅耳光。好多品牌嚟到之後才發現，香港嘅商業社會有着一套完全不同嘅運行邏輯。你喺內地可以靠燒錢、靠補貼、靠流量明星嚟迅速擴張，但在香港，精明嘅消費者只會睇你嘅出品值唔值呢個價錢，高昂嘅固定成本亦唔容許你長時間去燒錢試錯。好多內地餐飲巨頭往往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，就係盲目自大同對香港市場缺乏敬畏之心。佢哋以為只要把內地成功嘅那一套全盤複製過嚟，香港人就會乖乖埋單。佢哋忽視咗香港人對空間感嘅要求，對服務細節嘅敏感度，更忽視咗香港與深圳之間只有一河之隔，交通極度便利嘅呢個地緣特點。當初一窩蜂湧過嚟，依家就只能一窩蜂咁樣撤退。有啲品牌開張唔夠半年就宣布結業，有啲甚至連裝修都未搞好，連門都未開過，就已經因為資金鏈斷裂或者合作夥伴撕裂而直接胎死腹中。香港嘅店鋪租金，依家真真正正變成咗呢啲盲目擴張嘅內地過江龍嘅大型集體墳墓。面對咁樣嘅餐飲寒冬同撤資潮，好多人會問：咁香港本地嘅飲食業係咪就咁完蛋啦？香港係咪唔再適合做生意？其實我覺得事情要兩面睇。內地品牌嘅大洗牌，反而給了香港本地餐飲業一個好好嘅反思同喘息空間。過去呢2年，因為呢啲過江龍瘋狂搶地鋪，把成個香港嘅鋪租炒到高一高，令到好多有心做好食物、有特色嘅本地小店因為頂唔順貴租而被迫結業。依家呢班高調進場嘅巨頭紛紛血虧離場，商場同大業主終於要面對現實，唔可以再一味開出天價租金，鋪租有機會回落到一個相對合理嘅水平。這對於本地真正有實力、默默耕耘嘅餐飲創業者嚟講，反而可能是一個重新出發、尋找生機嘅好時機。商業市場從來都係殘酷嘅，優勝劣汰，適者生存。瑤瑤酸菜魚用幾千萬嘅真金白銀，為所有想嚟香港發展嘅外地企業上咗極度沉重、極度血腥嘅一課。呢個故事話給我們聽，無論你以前幾咁風光，每日賺幾多豆金，如果你唔去尊重本地市場嘅規律，唔去真正理解消費者心態嘅轉變，只係盲目相信流量同神話，最終嘅結局就只能係黯然執笠、狼狽撤資。呢個世界無永遠嘅神話，只有腳踏實地嘅經營。唔知大家對於呢次內地酸菜魚品牌全面撤出香港，又有啲乜嘢睇法呢？你有冇喺香港食過呢間酸菜魚？又或者你依家係咪都好似大部分人咁樣，寧願每個週末上去深圳消費呢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一齊探討下呢個關乎我哋每個人荷包同生活方式嘅熱門話題。